月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一块来听好歌。客家歌手罗思荣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大奖。不过他原本是诗人，也是画家。40岁之后开始创作，2张专辑都获得了金曲奖的青睐。他的歌声很温暖，歌词看得见文化，也看得见他对社会的观察。散发流来木巴尼达。温暖清亮的歌声能够抚慰人心。他是客家歌手罗思荣，拿着吉他弹唱，他总能唱进粉丝的心坎里。不止歌声吸引人，细细品味，他也把对土地人文的关怀写进歌词里。罗思荣用女性的角度观察社会，也为客家音乐注入与众不同的风格。那甚至我也很多的歌，从老山歌或者说传统的一些小调去做一种发展。当然我们生活在当代，我们也渴望能够融入到一种当代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气息。客家山歌子改编成歌曲，是苗栗客庄的童年记忆，而贴近自然的感动更是他创作的能量。要让客家歌更贴近大家，原住民语、客语、台语通通融入歌曲里。罗思荣年过40才开始写歌，第1张专辑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，第2张专辑更是获得了最佳客语专辑，还有最佳客语歌手2项大奖。整张专辑都是他的创作，而专辑的封面跟插图也不假他人之手，因为他还没有当歌手之前是诗人，也是画家。当然我渴望是透过自己的音乐，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客家音乐、客家文化的那份美。虽然48岁才当新人，但是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、诗词、色彩的艺术熏陶，丰富了他的创作，也让他唱出生命的故事。客家山城里童年记忆回荡，40寒暑依然鲜活，跃然纸上，乘着音符的翅膀，吟唱感动时刻。